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踮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秀玲啊，秀玲，秀玲啊！秀玲，我哪袂开门诶？你竟然咧撞入来！哎哟，普通时吼，我咧请你的时阵哦，你拢无爱来，啊无今仔日是安怎？哼，面底皮拢唔爱顾安尼啊！我无遐尼济时间甲你啰嗦啦，我要来找秀玲。秀玲啊！你安尼特别入面呢？哎呀！姐啊，安怎？啊，毋是要入去？入去啊！我甲你讲啦，查甫人吼，得有查甫人气口啦。哼，毋得认真打拼趁钱哦，等来饲某饲囝毋才对。像你啦，买只毋讨趁啦，甲我床手遐摕钱，搁遐拍某啦，你哦无路用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是阮阿某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啦。甲我无关系。我甲你讲啦，秀玲即嘛是我的人啦，伊无话甲我应啦，又话甲我请马送，甲你讲无甲我无关系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这，等秀玲出来才我解决。你无伫的。你跑。秀玲，秀玲，你出来要创啥嘛？你钱摕去啊！一礼拜无看到你的人影，你来遮创啥？行，你等。你看清楚，这是啥？这红这钱啦，目睭不要金啦。秀玲，等。你钱对倒来？秀玲，我是怕甲你讲过，我一定要成功转来。即摆我赚足侪钱啊，哪会转去厝？你甲我放开！你若唔甲我讲钱对倒会来，我袂带你转去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吼虽然是伫咧风潮吼咧走跳的，啥物人互我钱哦，啥物人就是大爷啦。也毋过嘛是爱害我的口味啊。像你哦，这钱哦，你包包转去啦。秀玲，你一拢留落来，我互你靠。哎，你放开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有我良家妇女，迫害人的家庭，我袂去告你哦。你要告我？你凭啥要告我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才调吼，秀玲就袂遮上班啦。你就是无才调啦，要遮毋讨趁，你无路用啦。你讲，我甲你扒落哦！哎，你要走哪里？有才调你拍啊！我甲你讲啊，你走嘛吼，毋是叫人配大的啦。金豆，我甲你转去就是啊，你莫搁闹。秀玲，慧姊啊，搁知安怎讲？伊嘛是民局的老爸，为着囡仔，我想我应该维持一个好的家庭。秀玲啊，秀玲，咱莫甲伊啰嗦啦，咱来转，行。上界拄好，秀玲哦，迄无重要，即马上重要吼，就是你腹肚内吼有我的金孙伫的啦。哎
欢喜啊！你要做老爸啊啦！阿母啊，生命有心哦，伊会甲我讲，那是阿母你来甲我讲。我看阿母啊，收孙啊，是我拢戆伊啊。啊，你这三八囡仔哩啊！啊，煞毋知吼，昨我叫师妹吼去检查啦。啊，讲哦，今仔报告才会出来。哦，我安尼透早就去等到这个时阵，啊，报告出来真是有影，伊有心啊啦！哎呦，这拢爱感谢观世音菩萨斗保庇，阮媳妇吼，毋是吞母啦。感谢观世音菩萨。我要做老爸啊！啊，我要做老爸啊！哎呀！师妹啊，这题吼，你若甲生查甫的吼，我甲咱陈家的祖先哦，一定会足感激你的。啊，若准讲生查某的吼，另外若着还阁继续甲我生到有查甫的，会使哦。阿母啊，啊，做无会生啊，啊，毋是吞母对无？着尽量甲生啊。阿母啊，妈，妈，喜妹来看你了。喜妹看，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妈，我听安邦说，你病了几天，一直不肯上医院，就抓了几副中药来给您补补身子。就你一个人来啊？阿喜她最近比较忙，又是所里，又是替顺风师处理秀玲的事。除此之外呢？姨妈都知道了。亏我把你当成了自个儿女儿一样的疼，你怎么倒像个外人呢？妈，您是说哪件事啊？你有很多事儿瞒着我啊！哎呦，那陈家那个老太婆在那敲锣打鼓的说你怀孕了，我真是没面子哦。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，我本来呢还想说你跟阿喜两个人过来，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儿以后该怎么处理呀。这倒好，阿喜呢不来，你来了，装聋作哑的。姨妈是怕你生了陈家的骨肉之后呢，就忘了金龙跟玉凤了。妈，金龙跟玉凤也是我亲生的。这虎毒不食子啊，我是相信的。可是那阿喜呢？啊，知道我病了都不来看看我，去忙活人家的事儿。这秀玲她比我亲啊，莫非他们两个是想旧情重长？不会这样的，是我没告诉阿喜您生病了。你心疼啊，喜妹呀、你小心啊！秀玲哪天啊就把阿喜给抢回去了。您自己身子要紧，是不是能够起床？我扶您上医院去看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是怕您有病不看，会延误了。你只要把我那两个孙子照顾好，我就谢谢你了。其实姨妈说的也没有错。坐吧。我听村里的人说啊，阿喜无时无刻的不在照顾跟关心秀玲跟她的父亲。我虽然没有见过秀玲，但是夫妻之间啊，这种事还是要提防一下。其实这整件事的过程我都知道。当初是阿喜让秀玲跟金土去台北的，见了他们情况很糟。阿喜人热心，又责任感重，自然会多关心一点。当时我妈，她气色很差，现在对我误会又很深，不肯让我带她上医院看病。能不能麻烦你？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带她去检查。你放心，我会再哄哄她。好说歹说啊，我一定把她送到医院去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，来，林哥，林哥，
这把买互你的，啊？你看，除了这款新衫以外吼，阿爸阁有买啥？你看。爸，这物件拢是互我的。当然嘛是买互你的。你讲走阿爸，你倒位有遮尔济钱啊？你吼，阿爸遐尔疼你，你无甲阿爸说一句多谢，颠倒讲安尼，甲你妈妈共款，拢无相信阿爸是。吵架，小玲，你是甲囡仔讲安怎？阿爸，阿母无甲我讲啥，我真欢喜阿爸买遮尔济物件互我。明仔载我去学校上课的时阵，就会使甲我的同学讲，我阿爸成功啊，趁遮济钱啊。安尼毋则怪，安尼才是阿爸宝贝查某囝。玲儿，阿爸甲你讲，其实阿爸嘛足希望讲，你甲妈妈两个人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啦，知影无？小玲啊，甲明香食。哎呀，明玉，跟物件收收。收收。来，放在边啊，好，我等下再看。小玲，我来讲哦，过几工，咱去找一间较大间的厝。搁再讲，即摆明玉哦，已经大汉，你嘛应当爱有一间家己的房间啊。我不准你搁去酒店上班啊。所以讲哦，从今以后，咱食钱拢唔免烦恼啊。金土，你到底是咧做啥物大事啊？那一个啊，就应该趁遮尔济钱。你唔免管遐尼济啦，规你讲即摆食穿，搁有大，拢唔免烦恼啊。莫管遐尼济啦。搁再讲啦，咱规家伙啊，是遮尔济个啊，头一遍会当坐踮遮好好食一顿，都敢若围炉共款啦，对无？来啦，紧食，来，米哥，来食。啊，来，阿房个互你，来，你食一寡吼。歹势，是有啥物代志？这是搜索票，敲是。金土，你是毋是搁做啥物犯法的代志？无啦。警察先生，歹势哦，请问发生啥代志？有人伫报遮走私白粉。这就是白粉，敢讲你唔知是？拢甲我走。是。等，这个代志是我家己一个人做的，跟我囝无关系，请你甲伊挽回。你若讲细汉唔知，我要相信。啊，毋过伊是恁某，伊敢袂个唔知？囡仔细汉留在遮，无人照顾，斗阵带走，行？是，行。我关系啦，你食啥有关系啦？这是跟伊无关系啦。我来等这久安尼啦，还是笑卡的啦。喂，切掉去啊！哎呦，是妹啊！你是咧装啥啦哈？我听了电话咧响啊。哎呦，电话就我出来接就好啊！你嘛好心好意，你即摆咧大心大命，唔对我囡仔去当着，看要安怎就好哈。袂啦，我毋是头一体，无遮严重啦。啥物无遮严重？你唔通袂记呢？你是要替阮当家吼生一个金孙，拜托者，甲我顾好吼。会啦，金良玉凤还袂转来。放心啦，迄两个囡仔吼，有我伫咧甲因顾吼，你唔免烦恼哈。来来，入去房间休困。师妹，阿姆你好。你好，安那要找阮师妹啊？我知，一定是迄个江太太叫你来对吧？哈，拜托者，你转去甲江太太讲讲，师妹即摆是阮新妇呢，妈安尼顶下当吼，就甲化起化倒，我敢若袂输因查某囝咧。吼，拜托者啦，哈。唔是啦，是阮阿姨哦，叫我来看师妹啦。阮阿姨嘛，真希望师妹哦，互你当家吼，生一个真古水的孙仔。我听有，生一个金孙啊，哈。是啊。干嘛呢？伊真是较好心哦。是啊是啊。是啦，母，这回吼，阮妈妈身体无啥爽快，这几工拢无爱互我去照顾，为着就是要互我安胎啦。有影安尼哦？若真是安尼哦，安尼我这个人哦，讲实在，你嘛知影，我足明理的啦。
啊，我吼绝对袂讲安尼吼，安尼有诶无诶，对无去乌白讲误会啦。啊，若伊若有安尼想上介好啊，啊过去啊代志哦，我袂甲伊计较。啊无上介无吼，我嘛会看到阮新妇诶面子。你等伊甲讲吼。多谢。系啊，我咧订补互阮新妇食。哎呦，等这小臭味你较坐一个啦吼，歹势啦吼。你婆婆对你还真有心啊。安妈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你突然跑来，一定是我妈怎么了？姨妈，我已经送医院去检查过了，报告很快就出来了。不过今天晚上我要赶到台北，明天一早有个教学观摩会，我本来想请你去照顾一下姨妈，现在算了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那，李老师，你来了。阿姨呀，带你我们一起哈回去看我妈。妈生病都没有去看她，好吧？那我们说走就走了。好。喜妹，等一下，那姨妈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还要去赶火车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好，不送了。不对。阿喜，我去加件衣服，马上就来啊。好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阿三阿舅，我阿爸甲我阿母什么时阵会转来？这我嘛唔知。咱入派出所要转来时吼，我是有打电话吼，互恁妈妈伫下港吼，一个朋友吼咧做警察，伊叫阿姨啦。嘿，伊吼会甲咱斗相共啦。唉，可惜电话卡去啊，找无人。阿姨。对啊，顶回恁阿讲甲伊来迄个无，讲要找恁妈妈，啊妈妈无伫咧，啊你毋捌甲赶做迄个无？阿舅，伊真正是我的阿公甲我阿母的朋友哦。对啊。哎呦，阿三阿舅，你紧去找伊，无论伊要叫我做啥物代志，我都会答应啊。哎呦，戆囡仔咧，啊这也毋是你的毋对，对，恁阿公吼，甲阿姨阿姐吼，袂怪你啦。来，你遮坐吼，吼，阿三是不过敲一个电话咧啦，吼，遮坐。喂，我甲你讲吼，阮兜阮新妇吼，即摆有新地的，莫因为你敲电话来，若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是找你哦。喂，啥物代志啦？安嘛？我咧无闲咧，灶骹咧无闲哦。安嘛？是我啦，阿三啊啦。哈，阿三哦，哟，啊，遮久无看，啊，啥物代志啊？小两家头吼出代志啊啦，因两个吼叫警察抓去，代志真严重咧啊。哈，遐严重哦。可能枪杀啊。啥？爱枪杀咯？嘿啦，你紧通知阿姨啊吼，去来打一抓啦。安尼我知啦，好，我紧通知阿姨啊吼，我叫伊去一抓啦吼。啊，紧点咧。拜了。
那听安尼才出来看啦。何书记，甲蔡明。水哩水，妈。应该是电话打对，咩咪啦？